然後你全程旁觀，逼我去進步。很感激你為我好，狠心推我學跌倒，人才能走路。如果一生也被當寶，安穩卻未看到，是神也不好。為我好，必先要別離，讓我明白到，誰人能於溫室快樂去終老，留給我眼淚回報。明日成就變更高。讓我感受世界冷酷，讓你他日好心好報，期望我重新的再做，日後讓